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4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国内伫今仔日，阁增加129个本土病例，也有6个人死亡，已经是连续2天登到100例以上啊。苏区市点防癌范围列，搁较看包含着6月备用大天时啊的电钱计算计算。另外，确诊者若准死亡，家属通领到10万块慰问金。屏东最近一位稳健确诊，所发现讲旅客亲戚当中有一对秘鲁回来马孙仔也确诊，敢会带病毒入境，恐惊是过来调查。新闻一开始，咱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阁增加129个本土病例，也有6个人死亡。另外，可能是受到疫苗注了后出现死亡个案的影响，全台湾的注射率拢变低。本土新冠疫情持续，日内是新增加129例确诊病例，其中以新北市54例上侪，过来是台北市35例、基隆市9例、桃园市7例、高雄市屏东县各6例、苗栗县新德县各5例，也甲南投县原有2例。这些案例数进来，当然都跟几个群聚是有相关联，所以相对的数字就会比较多一点。那我们希望赶快把这些相关的群聚的案件，都能够快速的把它掌控匡列。另外，死亡个案新增加6例，其中上少年的死亡个案是50多岁男性，有高血压病史，因为发烧、落瀉、脑痛，隔天采检阳性，带入去集中检疫所了后，病情恶化住院，发生肺炎，病情变化，伫6月2日死亡。这个死亡个案为确诊到死亡上短13天，上长35天。目前的情形是，5月这边的病例病程比较长的哈，那有在最近会这个有收集到死亡的状况，都会在最近爆出来。那预期整个趋势应该还是会往下降。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国内到即马新冠疫苗累计注射是174万6130支，全台覆盖率是7.43%。随着各县市传出真侪件注射疫苗了后死亡的事件，23疫苗注射人次敢若53068人，但是中也特别讲，这2天较无人来做。能够比较快的达到一定的覆盖率，是我们现在最高打那个疫苗的最高指导的原则。防疫相关的这些人员列在第一线。然后第2线对于相关的风险高的列在第2线，然后剩下再过来就能够维持正常生活的人也会把它列进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能够全部来开放。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北农的群组感染事件，目前已经有54个人染病毒。对今仔日开始，北农也启动市场专案，快筛阴性才会当入去。台北市按算伫咧25进前会列出名册，甲4000多人注疫苗，也因为快筛了后出现假阳性的几率是真悬。市长关培德表示，会考虑直接做 PCR， 也就是核酸检测。另外，为几家连前因翁仔某注疫苗的进行病院，台北市政府也甲因罚30万。摕快筛阴性的证明，办完体温了后，才会当入去北农的第一市场。中央的市场专案2时正式启动，2时早起7点进前，反而都要摕6月20进前快筛阴性的证明，才会当入去市场做生意。还是要在20号的证明啊，所以我们本来14号快筛的就是还要再做第2次。我们华南市场就快筛1次了，对，那时候就是6月9日，现在再来快筛。北农标出群组感染，台北市嘛展开大规模的快筛，为2日到2时下午2点，拢总共4933个人做体检，有15个快筛是阳性，尾只有4个人 PCR 是阳性确诊。目前嘛当地赶紧甲大家注疫苗，按算25的时阵，就会当甲名册内底4000多人拢注好了。北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因为有些设定说2个礼拜我要这样把它彻底解决掉，还是可能会感染，那怎么办？所以在北农我会留下快筛站。北农群组感染，嘛互疫调系统的问题引起大家的讨论。郭文德表示，英国疫调是以大的所在为主，即马搁爱调查做工课的地点，都要重新做设计。系统大家拢会检查身份证号码，互疫调会当搁较快速、搁较确实，也若介绍较俗、速度紧的快筛。郭文德讲，北农案件内底快筛阳性悬，考虑未来直接做 PCR。其实随着整个台北市 PCR 的能量，你知道哈，越来越高，慢慢的我们将来会直接做 PCR， 特别是这种大规模的这种筛检。因若注无了疫苗要安怎处理，嘛引起争议。一罐是10人份，6点钟内就要注好了。高文德强调讲，会授权予现场的医师家己来做决定。如果这个一时间没有，你就觉得那个时间，开瓶的时间已经接近了，那就反正是
打在一个我们自己国民身上，都应该总比丢到垃圾桶好。现在前副总统连战因翁仔某伫进行病院注疫苗的代志，台北市调查了后认为讲，连战因翁仔某顶8个人拢毋是保健志工，所以甲进行病院罚30万。现在前国民党立委丁守中注疫苗敢有违规，目前还搁咧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家人今仔日是有9个本土病例，其中有5例是养护中心的个案，拢是采检到第6届才来确诊的无症状患者。另外，针对着北农的群聚感染事件，家人市长林佑昌和台北市长郭文德是互相伫咧批评。林佑昌表示讲，台北市疫情调查无够积极。另外，也宣布讲，家人的传统市场所有大头啊，拢爱挂喙罨、挂手套，以及着戴面罩。基隆市离市疫情，搁回升增加9例，其中5例来自养护中心专案，累计来到28人，分别是3位住民、2名家中职员，拢是原区的红区高风险接触者，定期监测采检，5人前5摆采检拢是阴性，第2摆 PCR 阳性确诊，拢是无症状送往病院收治。我们将在6月25号进行第7次的一个采检。而红区的这些住民跟照服员呢，我们必须持续监测到7月6号。另外，23公布确诊的汉堡店头家，工会来源有北农接触史，伊的家后干妹妹今麦也确诊。今麦市府公布卡者，头家除了16天到汉堡店上班，也表示捌去过全联甲烘焙材料行期间人真济。对此，基隆市将协请中央调阅实验者记录来做相关协调进程。因为北农群聚案，林佑昌批评郭文德下节，林佑昌理事再度表示，台北市警觉性不足，当时无积极做协调。有第一个案例发生的时候，就应该向 CDC 或者是全国各县市来提出示警，那并且加强这个市场的防疫管理的一个作为哦。不过很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林佑昌认为，伊的发言无证实，只是将问题讲清楚。今麦市场升级防疫措施，基隆市所有的市场贩仔全面采相搭一套防疫措施，市府也买10万副手套，予贩仔使用。伫贩仔完成做2档招标进程，将每2礼拜为所有贩仔做1摆快筛。另外，境外市场也要延长到29才会当重新营业。贩仔爱出示 PCR 阴性证明才会当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北农群聚感染事件影响，这2天啊，伫新北市的体检中有大增加。有1000多人表示讲，因有北农的接触史。市长侯友宜也讲，湘北地区是互相牵连，防疫就爱做伙来拍拼。那讲到高雄市长陈其迈批评新北市甲文主公病院无做好疫情管控问题，侯友宜说是无要来回应。新北市24新增加本土确诊54例，也是全台湾上济。22、23这2天的体检量，也因为北农环南市场群聚感染事件增加真济，超过15000人。尤其是6月23体检的民众，有1000多人坦白讲有北农接触史。1011人就自己说他有北农和环南的接触史。那在快筛阳性的今年有8人当中，就有2个人都是有接触跟北农跟环南的，及早把这个隐形的传播链赶快找出来，其实对台北、对新北都是好事。详细分析54位确诊者的感染源，家属都占一半，有27个人，这场19个人占35%，其中北农9个人，环南市场3个人，滨江市场1个人，医疗院所加机构5个人，占9%。不明感染源有3个人，占6%。面对北农事件，侯友宜是讲，湘北市联做伙防疫爱区域联防，做伙努力。不过，对于高雄市长陈其迈质疑3甲文主公病院疫调失职，媒体连问几落题，侯友宜拢无直接回应。卫生局讲尊重院方的说明。关于这件事情呢，其实院方呢已经有很详细的说明，那我们这边是尊重院方的说明。恩主公医院被怀疑有非典型感染，只是上周的事，会不会重启该个案在新北的疫调？只要有新的确诊个案，我们都会做一定的这个疫调。任何对恩主公医院的指教，我们都会虚心接受。疫情爆发了后，为了好好照顾家友，新北市除了家友中度之家，嘛安排安心旅馆安置202位家友，同时阁进行体检，也提出2个阳性确诊者，目前已经治疗好啊。对于家友提供疫苗注射，侯友宜也指出，已经完成50%的注射率，一定这几天就会全部做完。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高雄的部分，今仔日是增加6个本土病例，是孕妇的家庭群聚感染案，搁再传出来的。高雄市长陈其迈昨是批评新北市政府甲3家文主公病院拢无伫咧做管控。不过今仔日陈其迈表示，只是要提醒新北市爱做好疫情的调查。另外，指挥中心也强调讲，出现新病例，病院煞无甲高风险人员列作是居家隔离的对象。针对到这款的情形，病院确实爱改进。前往确诊者行过的所在消毒。高雄第2日是又搁新增加6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主要是前一天孕妇家庭规定小未摊开的。6例当中包括6岁加9岁的囡仔，市政府扩大考虑290人，另外还有3个人 PCR 阳性反应。指标个案14359，所衍生出来2个家庭的这个群聚感染，然后从里面的确诊个案再延伸出来的职场接触者的这个家庭群聚状况。3家文主公病院群聚案件由北往南传，引起着医疗失职的质疑。院方是定称这票个案14359出现了后，原来伫5月29发生第一件阴转阳的确诊个案，因为病房隔2间，依照规范认定个案14359不是密切接触者，无需要考虑，一切是依照主管机关所核定的执行。不过市政府下晡的记者会提出，病院因应原来发生 COVID-19 确定病例，应变处理建议的资料证明讲5月13日发布啊，病院无落实。2021年5月13号的这一份医院因院内发生 COVID-19 确定病例处置建议及摘录里面提到2个重点，这也是目前我们这因应院内感染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不过前一天正上期的市长陈其迈态度变得软，讲做点名文主公病院是为了互相保卫提醒。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统一说明，互相合作、互相补位。疫调的过程里面的，假如有所疏漏的地方，那我们就要抓漏补漏。居家隔离的人员或风险的人员，再有这种确诊的病例的时候，那其他的风险人员都会被列入我们居家隔离的对象。中央强调，病院若做有新增加确诊个案，就要答案研判风险对象。若做病房有2个以上的人员确诊，病房风险的对象就该列作密切接触者，爱居家隔离。所以认为文主公病院考虑第2波确诊病例的时阵，无把风险人员列作居家隔离的对象，应该都要改进。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主疫苗所死亡的怀疑个案，统计到今早起已经有178个人咯。敢是因为主 AZ 疫苗来引起的恐惊是关的调查。另外，伫台中已经有33例是咱全台湾上介济案例所在。卫生局表示讲，若准家属有记录，就会列入去做统计。全国继续进行注疫苗，不过各地也陆续传出疑似注 A 疫苗了后不良反应致死突然死亡案件。花莲23传出的第1件疑似个案是一名101岁人士，不过花莲县卫生局的初步判断是甲泌尿道感染有关系，互家属无法度接受。打了疫苗，17号、20号就来挂急诊，然后22号早上8点多就往生。这个 AZ 疫苗本身就有很大的问题啦。对家属这期，花莲县卫生局将个厘清，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统计，到6月24早起10点为止，全国因为疑似注 AZ 疫苗了后突然死亡的案件，累计已经有178例，敢若6月23日天就有34例。那这死亡年龄在52到96岁之间，那其中有29人是75岁以上的长者，那为疫苗接种后1到8天间发生。台中市目前疑似因为注疫苗突然死亡已经达到33例，目前全国上悬。台中市卫生局解释，因为只要死者注过疫苗出现各样症状，家属对死因有疑虑，就会立即统计，搁协助提出预防注射受害救济申请。经由我们卫生局去收集他所有的病例，他可能在好几个医院都有病例，然后还有他的可能在机构住的一些过程病史，然后最后呢，看看相验的结果，把这些所有的资料都汇整好之后，再交给审议小组。台中市离世新增注疫苗突然死亡有3例，包括2名60多岁男性甲1名80多岁女性，分别有慢性病甲退化性疾病。因拢是伫注疫苗了后6至8天死亡，目前拢已经通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今仔宣布，纾困4点控方案范围会略搁较宽，包含6月未用热天时的电钱计效期计算。另外，农业、商业、服务业大约有75万户，5月到7月会当有电钱补贴，上济会当减少30%的电钱。另外，行政院也宣布讲，若准因为武汉肺炎来死亡者，会发予家属10万块的慰问金。绝对有必要进一步纾困4.0的精进。即卖疫情严重，也有真侪人等无纾困的补助。行政院24宣布扩大纾困4.0的方案，例如做散工的人、大课老师、高中建教生、甲导游领队等等，搁较侪族群。也若因为确诊死亡的人，会发予往生者的家属10万块的慰问金，而且嘛决定通过会取消6月份热天电钱的计效。民生用户6月份未实施热天电费的计效，差不多有1000万户受惠。不过7月至9月也是依期热天的电费。有民众讲，政府爱提出更较侪诚意，可能会对我们的就是生活的开销会有些负担哦。对，就是会因为现在都在家里面嘛，然后就没有办法使用就是公司的资源之类的。对，停课啦等等的一些情况，小孩子待在家里面。跟过去不一样的情况是6月份哦，所以这个6月份我们就来处理它这个夏季电价就不上涨的情况。那过去来讲，7月份本来就开始放暑假了，哦，那就是等于是一样的。真的很惨。甲卤味糊起来是香港讲，西门町做食的业者专门做游客生理。有的店才打开2个月，都遇到疫情上较严重的时期，敢若会当喙齿紧夹的继续经落去。也若行政院针对农业甲商业服务业，拢总有75万户，5月至7月，台电会主动看营业的变化，设立减免的标准来减免电费。若是衰退超过50%，就会减免更较侪，民众唔免主动来申请。我是觉得他们的补助3成的电费，对我们影响不大，没有，就是小补而已啊。没有多大帮助。用电情形的多寡哈，最多可以达到这个减收了哈，减收3成左右。根据台电估计，一般的住户6月份未实施热天电费的计效，会减收14亿；也若服务业还有农业的电费补贴，台电会吸收47亿，拢总加起来台电爱吸收61亿。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实行3级警戒时间是搁再延长咯。目前伫咧放无薪假的劳工也超过1万人，大部分拢是卖食的旅馆加做线背店家。另外，纾困4点控也有增加一寡补助。若准投保薪水伫咧23100块以下的劳工，会当去申请1万块的补助，对后礼拜1会当开始申请。伫民生社区人定的太太店的面店啊，因为疫情暂停营业1个多月，随着3级警戒又搁要延长，头家真苦恼。人太太店的情形到底爱搁偌久才会当搁出现？那时候新闻报说，其实吃饭啊拿口罩是最危险的，生意就开始掉了。他禁止内用之后，全部改外带之后就只剩1-2成。头家本来有9个员工，1个月差不多敢若会当伫厝的无法度上班。经营者决定趁疫情改做冷冻水饺伫网络卖，解决员工的生活。他比较有经济压力的人呢，我们就安排他做中央厨房的工作，请他慢慢的回来做，然后小孩也可以顾到，分早班晚班。我们老婆那边也是一样啊，也是半天。他早班，我是下午班呀，还照顾3个小孩家里。劳动部日是公布最新减班休困，也就是无薪假的统计，比顶一期增加362件，3846人。大数餐饮就占新增加人数的一半。全国累计有987件，10229人，是今年头一遍万外人。纾困4.0精进版当算纳入才会做散工的，伫4月30进前，若做雇主有投保，月薪包含基本工资23100块，也甲以下受雇劳工2月开始会当上网络申请。网站的网域很好记哦，就是 pt.1000.gov.tw 住宿餐饮业。那第二个是批发零售业，在这个2个业别里面的占比其实是最多的。那光这2个业别加起来大概就20几万人。餐厅禁止内底用餐，冲击到才会做散工的。劳动部拟定这个方案，有41万人会当得到好处。符合资格的新住民原来会当申请，不过劳工若做已经签领共性质的生活补助，都袂使搁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
伫屏东今仔日增加6个本土病例，拢是甲进前染病计程车司机有牵连，其中有3个人是带做伙厝内面的人。这3个人当中有1位阿嬷，也是台中境外病例接触者。到底讲这是染病是对倒位感染的，恐惊是怪调查。国道3号新华校困站临时工作人员前来喷消毒水，伫屏东邦山也有3间早餐店同款有工作人员进行消毒，因为这拢是屏东新增确诊者去过所在。屏东临时增加6个确诊个案，全是23确诊的邦山计程车司机的相关个案。6月初的时候就从北部回来协助他弟弟144、12来做果园的一个应该说采收的一个工作哈。那这2位兄弟因为在6月21号的时候，跟14298共同喝茶哈。代理注意的是，另外4个有3个是带做伙的阿嬷甲孙，甲阿嬷的同期朋友，3人就住伫台中境外个案秘鲁祖孙的隔壁，有亲戚关系，也和外界传出秘鲁病毒敢是已经出现伫台湾。感染源呢是南美秘鲁病毒等等，这些呢都是无谓的揣测，是无谓的这种指鹿为马。那反而不利于整个防疫。因为确诊孙在伊为北部登去邦山，阿嬷甲朋友捌伫11甲18坐过确诊司机的车，所以这一连串的案例实际感染源到底是秘鲁病毒还是北患者？有台指挥中心做基因定序厘清，也毋过因为客运车司机出现确诊者，屏东立时起也优先开放司机做疫苗。他必须要带的人有不确定性的因素所以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它有极度的一个高风险性所以这部分我们在做一个应变性的一个紧急施打。另外，屏东也紧急地出现一连串案例的邦山设快筛站，佮针对这件群聚案扣的112人采检，判明案也呼吁民众一切信息以指挥中心公布为准，唔通乌白有病毒来源，也唔通对确诊者掠妖，以免触发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苗栗的金源电子发生群聚感染事件，想袂到前进指挥所才离开金源电水无几工尔，就员工收到公司的通知，讲后礼拜一就要取消分流，恢复正常上班。因为员工也烦恼讲疫情会搁再行起来，苗栗县政府表示，就要遵照计划复工，也就要分仓分流。苗栗金源电子疫港群聚疫情，伫中央前进指挥所协助之下，这么简单才互疫情稳定落来。不过，即马传出金源电子已经伫内部发消息，通知员工后礼拜一就要开始取消分流，正常来上班。不少员工是真烦恼，讲会阁造成防疫空棚，向管机关定情。前进指挥所完成任务才离开没几天，金源店马上就取消了分流。那这个样子的分仓分流，是不是只是为了应付指挥中心的进驻而做样子呢？议员认为，中央疫情指挥中心23才宣布3级警戒要延长2礼拜，到7月12。不过，金源电子即马就决定要取消分流上班，至少应该持续到3级警戒结束。迄当时，中央派驻金源电子的前进指挥所的指挥官王必胜认为，疫情稳定了后，恢复产定是真正常。重点是续落来要需要照中央计划来进行复工。重点是，他有没有照我们的计划去做？那我们的计划里面就很复杂，它有一些相关的改善，比如说像休息区啦，那它的这个用餐环境啊，这些重点是在这个了。金源电子回应讲，因为全公司拢已经做过 PCR 检测，暂时是无风险。佮加上要全部做到分仓分流是有困难，所以受款各单位主管来决定，毋是全面来取消分流。苗栗县政府刷落来，会要求金源电子照复工计划来执行。金源店目前也正在研拟它的一个复工计划，复工计划里面也会提到，在工作场所以及在提供生活宿舍管理这部分，如何去做分仓、分流、分时。那这边也还是要请金源店这边要确实来依照复工计划来执行。苗栗县都清楚嘛表示，金源电子若是正式要提出复工计划，要是需要经过中央卫福部、劳动部、佮有经济部核准了后，金源电子才会当照相关的计划内容来执行复工。记者综合报道。北农发生群聚感染事件了后，家禽批发市场的移工本地也要去中孝病院做疫苗。不过这内面有一寡是非法移工，根本就无健保卡，也当然无法度做疫苗。调机员讲本地是要种植，不过移工听到讲爱留资料，一声拢惊甲走了了。不过病院正是驳回讲无去甲因通报。来，新城公司往上排，往上排，来，送来。
北核酸公司加进批发市场的业者义工，早起去中华边安排注射站注预防针。本国家外籍人士拢爱传健保卡，现场义工只个会当摕相片出来，所以就无法度做。如果没有的，就先下去楼上，去楼下厕所。北农群组感染扩大，台北市实施批发市场专案，针对龙鱼、核酸、花卉，也个困难市场工作人员做册，全面做预防针。台北市议员李伯基接到消息，讲23边本来是传好200支预防针，不过有部分义工无准备证件，同步劳动局到场做册，和几落百人走入现场。最后，这个人做81支，无到一半。不过边可能有同步做册。因部分移工雇主未到场协助确认身份，院方内部商议协助方法，以确保日后第2剂疫苗施打能联系当事人。5月中，台北市长郭文铁北讲会特赦非法移工，原本讲好的代志敢会改变？台北核酸公司讲，这项政策无改变。他被抓或什么，不是这个原因啦。移工的大部分当然都会打了，可是就是没有身份证，没有那个健保卡。人数占的多不多？哦，很多。移工来自行销商加屠宰场，因付出劳动力，和农核产的产业链会当顺利运作。核酸公司讲，将会由台北市卫生局协助，替无健保卡移工做预防针。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全世界疫情。讲到澳洲雪梨爆出 Delta 变种病毒的群组感染事件，也因为这款变种病毒真高位，地方首长也开始伫咧紧张，是因为伫顶礼拜有一位澳洲旅客对纽西兰回来了后就确诊。目前这2个所在拢有关防疫警戒，也暂停互通旅游3天。纽西兰伫3尾仔6点起，将首都威尔顿的防疫警戒提升到第2级，至少继续到当地时间27，也不排除封城。因为一名澳洲来游客19至21期间，伫威灵顿佚佗参观博物馆，去真侪餐厅、商店甲景点，却伫登去澳洲了后确诊。纽西兰当局推测，伊伫入境前已经感染4月佚佗的卡者，可能归结当地连续约4个月零本土病例记录，所以是确认隔离4名密切接触者，通知10外地点的民众伫厝隔离2礼拜过体检，也暂停来自澳洲、新南威尔斯的免隔离旅游专案3天。I'll deal with it, you know. We've got to do it. We've enjoyed the freedom, so it's small cost. Well, you know, small price to pay. 纽西兰虽然是防疫模范省，不过自疫苗落后，只有13%的民众做过第1档。这摆高规的防疫是因为澳洲疫情有进步，第1大城雪梨的邦迪海堡地区顶礼拜爆发群组感染，一名机场豪华轿车司机疑似因为接送外国机组人员所为着。到24已经造成至少36人确诊，主要病毒株都是感染力超强，首先伫印度发现的德尔塔变种病毒。Since the pandemic has started, this is perhaps the scariest period that New South Wales is going through. And things that we're pleased about is that all the new cases but one are linked, and that one is under investigation. 新南威尔斯省的农业部长确诊，地区卫生部长等有接触的党政高层自主管理。省长提供了后呈现阴性，雪梨23口岸防疫限制，居民回避也袂当离开雪梨，出门会挂喙暗。家庭访客上限5人，也毋过暂时未封城。目前澳洲只有25%的成年人做过第1档疫苗，完全做疫苗就4%。面对来个真相的变种病毒，也是真不足。广西新闻施慧中编译。美国的金融公司摩根士丹利宣布，对后个月14开始，伫纽约州的办公大楼，若准无做过疫苗的人是袂当出入的。另外，伫德州也有病院要求所有员工拢爱做疫苗，不过有100外个员工无同意要过病院，落尾也去互法院驳回。休斯顿卫理公会病院要求所有的员工都要伫6月7进前做新冠疫苗，若无就会互停职2礼拜。所来等咧红市头路。由珍妮佛布里基带头的117个员工，顶个月以病院这边硬叫因就要做疫苗，若无就会甲因开除做理由，甲法院提起集体诉讼。这个案件已经伫12去法官驳回。法官休斯讲，疫苗的安全性并毋是问题，德州的法律是保护员工袂犯罪，因若做疫苗并毋是违法的代志，所以无裁罚的问题。法官也阁批评主要提告的人，也就是护理师布里基，讲伊伫诉状内底，甲无做疫苗都爱开除的代志，摕来甲6岁集中营强迫做医学实验的代志来相比拼，实在是真无合理。
布里基22接受法新社的访问的时阵表示，因绝对袂放弃，这个案件会一路拍去到最高法院，而且即马还有70个人加入因的阵营。I chose not to get this shot because the risks for me are too great. I've personally seen adverse reactions with employees and patients, everything from severe headaches to blood clots to paralysis to even death. And at my age, my benefits from getting this vaccine aren't much at all because I only have a 1% chance of dying from the virus anyways. 休斯顿卫理公会病院是全美国头一间强制要求员工都爱注疫苗的院所。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个员工因为无愿意配合注疫苗，去用停职或者是死头路。注疫苗已经唔但是国际旅游，嘛是下国出入境必要的证明。美国冠商摩根士丹利宣布，为后个月12开始，纽约州的办公大楼禁止无注新冠疫苗的员工、客户甲人客入来，到时嘛会取消挂喙罨、甲社交距离的防疫规定。因若遐个无注疫苗的人，就要继续往距离上班。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咱继续来关心香港。香港的《苹果日报》第24出最后一份报纸，结束26年来经营。最后一天印100万份的报纸，真侪民众伫半暝就去排队等要买报纸，甚至有民众去到《苹果日报》大楼外口表示支持。这件事件也引起国际社会批评，总认为是中国政府伫咧打压新闻自由。香港《苹果日报》宣布24出版最后一刊，就来停止运作。为咗民众23暗时来《苹果日报》大楼外，用手机拍光，甲因鼓励。苹果员工是无用编采排版，最后一刊头版是以港人河中痛辩，阮相挺苹果，佮以再会互香港人的告别书来做12页特刊的标题，为26年历史做一个结束。好心痛咯，咁就唔應該咁樣完結。香港已經係開始冇呢個新聞或者言論自由。蘋果這篇總編輯林文忠甲副社長陳派敏，我特別向所有員工說道謝。陳派敏進前才互警方以涉嫌違反國安法抓去，伊我宣布辭掉所有的蘋果職務，25正式有效。蘋果最後一刊印刷破紀錄100萬份，不少民眾23暗時11點就伫個報紙大頭前等待，有超過500人伫排隊，因為人傷濟，限制每人敢來當買2份。有民眾表示會將這個報紙放伫客廳珍藏，也感謝蘋果這幾年嘅付出。會係一份香港人最後一份嘅報章，咁可能未來50年都可能或者100年我唔知啊，可能都冇將份代表香港人嘅報紙。即係一個時代嘅結束咯，所以我就會想出嚟買，同埋我覺得係，即係我唔明點解會一份報紙都容不下。香港《蘋果日報》嘅網站甲面冊也伫24當即停止運作，有員工離開時陣激動流目屎，認為講這無定就是香港最後一份報紙。一寡人認為，佇《蘋果日報》停止運作了後，香港政治暗暝才準備開始。我其實真係好唔捨得佢哋嘅，我都好唔捨得班讀者嘅。但係無奈我哋都，我哋要暫別咯呢度。我哋希望香港人加油咯，最緊要平安。後面對外事務部對這件代志表示，這表明北京是安怎藉由強制實施國安法來壓迫新聞甲言論自由。美國真濟位國會議員也寫文章來聲援，譴責到北京。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梅德蘭茲講，佇中國想要消除香港基本權利的時陣，美國更加愛堅決保護勇敢講出真實的人。記者綜合報道。今仔日AM新聞有替咱觀眾朋友整理今仔日各縣市本土病例數量。今仔日增加129個本土病例，也有1個帶病入境，另外有6個人死亡。各縣市的情形，新北市上介濟有54例，台北市有35例，嘉南有9例，高雄和屏東、雄雄攏增加6例出來。桃園也有7例，苗栗、新竹縣攏是5例，南投有2例。目前咱全台灣已經有14389例啊，本土病例部分也有13169例。目前到今已經有605個人死亡。講到這買注疫苗的代志，是愛滿18歲才會當做的。伫高雄就一間養護中心，率甲2個16歲護專的工讀生，和一般的工作人員做伙帶去注疫苗。結果這2個少年囡仔攏佇咧發燒無爽快。養護中心也承認錯誤，強調講這2個囡仔會經過體檢，若準無問題，才會轉到中心上班。
IG 社群抛出相片，写着希望开学会当活力甲大家见面。这2名学生是护专的学生，今年16岁，伫高雄南仔溪的老人养护中心攻读。20号，互机构列入去注疫苗的名单嘛，注了啊，所以引起着争议，因为要注疫苗，就要18岁以上。整个流程里面包含核对这个名册、工作证以及相关的劳健保投保证明、及健保卡过卡这个程序呢，显然不够严谨的地方，要加强加严去查核。2个去报道的时阵，无互发现年纪无符合，卫生局表示确实有疏忽。再是养护中心嘛出面回释咧，毋过强调，因2个虽然是工读生，毋过会接触着员工，还佫会伫养护中心内底活动，才会坐测，会赶紧去说明。跟员工会有接触啦，员工会去跟住民有接触嘛，所以我们就是本着在机构上班的话，其实也不是故意的啦。等再做第2次筛检完没有问题，再让他们回来上班。市府强调，无满18岁就是袂当注疫苗，嘛建议这种机关应该暂时调整，唔通互18岁以下员工入去服务。若是机关的员工本身有袂当注疫苗的禁忌，这是会当用专案来处理。比如讲是加强着快筛的方式，爱做好着个人的保护措施，才会当入去服务。记者王刘婷、林昭宽高雄报道。这月初开始，住伫咧中照机构的老大人会当注疫苗咯。不过，就民间团体认为讲，住伫厝内，不过需要别人照顾的中照对象，也是爱带先做，甚至协助照顾的这些看护工也爱做回来做。1、2、3。菲律宾籍的挂职看护伫处理甲妈妈运动复健，这是陈小姐因兜最近的状况。因为疫情的关系，伊嘛唔敢互看护来出国，毕竟病毒攻击的对象无分国籍。现在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啦，就连公园都没有去了，毕竟还没打疫苗。照劳动部统计，伫台湾的挂职看护目前大约要29万人，分散伫全台各家庭。但是国内目前的疫苗的注射，敢若针对大小的长照机构、居家式社区长照机构的照护员、甲服务对象等等列入第5类，总计是46.7万人，嘛是第一批81万莫德纳疫苗注射的对象，预计7月初1开始。但是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认为，政府嘛应该爱甲符合长照资格，也是请挂职看护的被照顾者，也阁有挂职看护，拢列入优先的对象。照顾者会担心染疫后传染给家里面这种比较高风险的被照顾对象。再来，如果他们倒下而不能照顾的时候，其实被照顾者的福祉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他照顾又是我们身边最重要的人，那我们也希望说他早一点去打到。家总指出，参考欧美国家的疫苗的政策，除了一级公认性感年岁，嘛会列入特殊的疾病，亲像癌症患者以及高风险的族群，像失智症、中风等等的病人，参因的照顾者，拢是优先的注射名单。劳动部跨国劳动力发展署是表示，应该会了解，争取看卖。记者陈阿文调水采访报道。伫咧6月初，有一位102岁老阿公染到武汉肺炎，送到新北市的上河病院治疗。经过医疗团队安排，唔若用药啊，要用 HFNC， 甲这个较高的送数透过插片讲送到肺部。落尾，这位阿公也是健康好利利啊！台湾加油！坐伫轮椅，大声喊台湾加油！这个姓张的阿伯已经102岁，伫因查某囝的陪同之下。特别挂医生的听诊器来接受采访。其实这3礼拜以来，伊因为感染着新冠肺炎，经过生死门，落尾因为伊坚强的生命力恢复健康。伫病房内底，就算过几站的防护衫，医护人员也是伫边仔尽量甲伊鼓励，希望阿伯身体会当赶紧好起来。要出来的心情很好，谢谢医院，当然要谢谢医院，谢谢那些爱心的护理师们。看得出来，阿伯是真欢喜，甲医护人员做伙比爱心的手势。其实伊伫初2入院的过长工，就搁一届发烧，而且强要袂喘气。医疗团队是真烦恼，加在有紧急甲伊做治疗，而且使用最近真有名的呼吸器 HFNC，才度过这个难关。
幸好这一次疾管局已经可以很快的让我们使用上瑞德西韦，那也提供了高热量鼻导管氧气，那我们可以让爷爷在第2周的时候病况能够稳定下来，那整个医疗团队在第2周才算是放下心来。双和病院是急症甲重症患者的专职病院，收治新冠肺炎病人的人数是排全国前5名，因为高龄的患者是属于高危险的族群，死亡的案例是22.7%。即个102岁阿伯，经过3礼拜治疗了后复原出院。双和病院表示，这对台湾的医疗也有院内医疗团队来讲，拢是真大的鼓励。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武汉肺炎病毒，唔但真出现印度的变种病毒 Delta， 甚至个变种变做是 Delta Plus， 也因为 Delta 病毒已经出现伫咧90几个国家，后边国家也按算讲要注第3档疫苗来防治这款变种病毒。咱的国内专家也提醒讲，指挥中心应该要量早做准备。即马疫情严重，各种的变种病毒嘛一直在出现。真正出现的英国、南非、巴西等等的变种病毒，甲印度变种病毒 Delta， 即马佫新出现的 Delta Plus 变种病毒，拢互各国是头壳摸咧烧。尤其是 Delta Plus， 这个病毒对印度官方批准的单株抗体鸡尾酒疗法出现抗药性。还佫伫印度3个邦出现20例确诊的个案，而且伫欧美甲亚洲国家拢有发现这个新的病毒。根据 WHO 的统计 ，Delta 变种病毒已经拓去到92个国家，现在欧美国家即嘛按算要注第3档的疫苗来预防。它的保护力下降，但是下降10%到20%。它主要是对轻症的保护力下降，对重症的保护力没有很明显的影响哦。所以，是不是以后变种病毒要用新的疫苗，或者是用第3剂来对付呢？目前还没有共识。指挥中心可能对这个要有点规划，要有点准备。那 Delta Plus 让人真烦恼，有风声讲伫南美洲炭烧的秘鲁新变种病毒，嘛引起大家关注。去年8月份伫秘鲁发现了后，伫地雷等等的南美洲国家传开。根据 WHO 的统计，到达已经拓去到至少29个国家，传播力甲抗药性是真强，而且较会引起走别的症状。也那国内嘛，因为屏东出现一个稳定确诊，疫调了后发现讲，先客亲戚内底有为秘鲁返来台湾确诊的祖孙啊，这个变种病毒敢会入侵台湾嘛，引起讨论。屏东这情形，我们当然相关的疫调或者有必要也会来做它的一个基因的定序，来做一个了解。Lambda 现在还并没有，大概认识它的并不多啦。学术文献的话，就还没有研究到它，现在资料不多。收到足够的资料的时候 ，WHO 就会公布看它是什么东西。指挥中心强调讲，为秘鲁返来台湾确诊的这个祖孙啊，返来台湾了后，拢有做完整的居家隔离措施。所来会持续做疫调来厘清，还有后手相关的追踪。记者综合报道。搁在29天就要举办东京奥运咯，台湾已经伫咧17项比赛摕到51名参赛资格。也因为日本的疫情当咧严重，体育署按算7月19会包训练机去到东京，也遵照防疫规定管理运动员。另外会看比赛情形安排选手回来到台湾。换马王朱迪蒂凯变成国手的教练，为全工伫国训中心的训练带来无同的感觉。李蒂凯搁伫面册写讲，足久无出国，敢若应该小可紧张，而且为着要提升保护力，伊已经伫15做好第2档疫苗。体育署统计，已经摕到资格51个选手，有41个人至少有注1档疫苗。是有10位，他是基于个人原因他没有施打。大范围里面有363位，363位里面我们有262位已经都打了疫苗。做疫苗和出国比赛加一寡保障，为着确保代表团袂甲外国的旅客有接触，体育署7月19会包机去东京，一若回程，因为奥组委规定，比赛结束2天内，选手必须离境，已经做好应用的计划。有的有进入决赛，有的没进入决赛，我们会随着这个现实的情况的变化来做调整，这是包仓分排的这个做法。体育署表示，奥组委的防疫规定真严格，若是到机场，所有的国家代表队必须提出登机进前96点钟以内2摆 PCR 的证明，其中1摆是72点钟内。到机场有专用的通道，喙烂采检阴性了后入境。逐工做健康报告，敢若会当伫个选手村比赛，阁有训练场馆内底行动。因为选手村会有18000多名的选手，阁有对职员带入去，除了2公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物件做伙用，也是做伙食。逐工阁要接受抗原的检查。抗原快筛的时候，如果有疑义或阳性的反应，它会随即将剩余的一个唾液进行所谓 PCR 的部分的筛检。那如果这个 PCR 的
部分筛检完不确定的状态，他就会再做一次的叫鼻咽的 PCR。准备所有防疫物资，各有防疫医生做伙去，体育是要确保选手健康安全去比赛。只是讲，虽然甲选手直接相关的人员无减少，不过支援的人员总数减少，这座后勤的挑战会变真多。记者综合报道。对于即阵开始，民众会当伫超市一寡所在买到快筛试剂，大部分的民众会当按照说明书来完成快筛。不过快筛出了后，若阵出现阳性的，就要把这个棉仔机包伫塑胶袋内面，做伙早期采检站。即阵开始，居家快筛试剂伫超商、药妆店等通路买得到。虽然讲按照说明书的指引，民众应该会使完成自我体检，不过体检了后，医疗器材是要安怎处理？应该就跟口罩一样吧，就是把它包好，然后打包起来。打包起来直接丢垃圾桶吗？还是？对啊。阴性的话，应该通常都会直接丢弃；那阳性的话，找东西包起来、收起来这样子。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讲，快筛结果若是阴性，快是会使伫包好势了后直接单调；若是快筛结果是阳性，就要有其他的处理方法。如果你是属于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者那就是请立即跟当地的卫生局联系，还有或是拨1922依指示方式来处理。采检的器材必须要用塑胶袋密封包好。那一并带至这个社区采检院所交给院所人员非居家隔离且非居家检疫者那就请进入到这个邻近的社区采检院所进一步的一个检验。指挥中心补充，就算快筛的结果是阴性，民众嘛应该要做自我健康的监测。另外，民众若是无确定买到的试剂是毋是有经过核准，要先确认包装敢有防疫专案核准字号，嘛会使到食药署的网站来查询。记者郭碧君、陈派平台北报道。也因为咱国内疫情继续伫咧严重，教育部伫今仔宣布讲，中小学本地是8月30要开学，正是延到9月初1，要互学校有搁较侪时间来做环境的消毒。教育部表示讲，今年的休热有延后2天，对7月初3开始，开学日也对咧延后2天。另外，也考虑到学校停课超过1个月，本地真侪高中生是要趁着这段时间，要做学习历程档案，暂时拢无法度进行。为着要互学生有搁较侪时间来补强，教育部表示讲，传送学习档案时间会延到9月底。讲到今年拄出社会就碰到疫情的少年人，有影是真烦恼。根据统计，有8成的人愿意降薪水，就是希望讲会当先找到石头来做。就学者建议少年人会当配合政府的青年就业辅导计划，也会当先考虑讲换别项兴趣做制造业相关的头路。把握时间踮厝内写自传。今年拄对台文系毕业的大学生，希望等到疫情告一段落，就通随家履历寄出去。有啊，就烦恼的，这样无头路啊，如果有生的开销要安怎？即摆因为疫情的关系，我想讲，转去学校可能就是可能会较安全，做老师的计划助理。毕业生讲，因为疫情，原底想要做的石头无缺，若总有安全的石头就罔做。根据求职网24公布的调查，拄出社会的人伫咧等待就业的时期，感觉烦恼的程度是3年来上悬的。另外有8成的人愿意降薪水，先找着头路才讲。伫咧生活费这部分，若无其他的人支持，简单考大学欠的钱，平均当48天。毋过有4成的人，若毕业无头路，就会出问题。还是因为连续2年都碰上疫情的一个冲击很多这个新鲜人向往的这个行业，那内需型产业工作机会其实是呈现急冻的情况。那个服务业这部分是做歹但这部分就是以前咱少年人总爱去的产业，但是另外一方面制造业其实嘛还有职缺啦为着鼓励青年投入时间充实家己，劳动部今年第2年针对职业训练、学习奖励金、雇主培训员工的补贴、甲就业奖励金4项措施，希望让少年人提升技能，量早找到工作。初步估算超过10万人会受惠。记者闵金林、许凯台北报道。受到疫情影响，3级警戒时间是继续延长，观光产业当然是无法度做生意。不过，嘉义市政府趁这段期间替观光夜市换新的水道水管，嘛针对着传统市场降价单位的租金，有一寡店家表示讲，生意敢若剩1-2成，不过也是爱忙做。
嘉义市知名的观光夜市，因为疫情暂停开放，大家拢囥伫路边，一寡店头嘛拢打暂停营业的告示。市府趁这段时间来施工，夜市啊店头家讲有做总是赢过无做。大家赶紧落柜，安全较要紧啦，就是安尼啦，嘿啊嘿啊。夜市摊贩的部分也会同步延长到7月12号。可是我们中间呢，会随着中央指挥中心的最新的指令跟最新的状况来滚动调整。除了伫观光夜市内底店头以外，一般街仔路顶的店头嘛，同款受到影响。店头家讲生意真正歹做，嘛希望政府会当考虑减因的营业税。是超过上无7、8成去啊，只要剩1、2成通做尔，真正说大家实体店面，大家真正艰苦。为着要减轻传统市场受疫情造成的损失，嘉义市政府主动调降为5月到8月3个月单位租金甲权利金，而且嘛提供面搭，希望因伫最后防疫这段时间会当继续维持落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全国3级警戒当日施行，民众是无代志袂出门。连观光地区内湾老街内面的台湾戏院，也风声讲受到疫情影响，正是要收起来。火车来甲餐厅各会使使用的物件载走。台湾出名的景点台湾戏院，是游客来到这一定会来翕相的所在。几当前因为时代改变，改做餐厅，不过这届受疫情影响。头家讲，逐个月拢得烧钱，实在动不落去啊！从疫情爆发以来，到接受到说3级警戒之后，我们的营业额到目前为止都是0，因为我们这次观光区完全没有游客，我们也没办法做外带，因为这边没有外带的厂商嘛，所以我们是过得真的很辛苦。每个月的生活开销跟营运开销都要100多万，没有办法去弥补这个空损。可是来台湾街啊，店头大部分拢选择休困，因为疫情的关系，即卖台湾老街。比起过去实在差真多，快2个月啦，一点收入都没有，纾困我们也得不到啊。疫情虽然还没有结束，可是我们陆陆续续听到，都有不少的店家及摊商准备要收摊，或者是转移他们的店面，好，或者是要退租之类的。当然，主要部分都是因为租金问题。好，这段时间对我们内湾对于疫情复苏的那条路，其实会变得更遥远。去年疫情开始，各行业拢受真大的冲击，真无简单，甲挡到今年，希望状况会使较好。想袂到疫情煞是愈来愈严重，即马大家只希望疫情赶紧转好，生活才通恢复正常。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5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0度，东北地区对25度到31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2度到28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